活捉他们的头领，其他人等胆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站住！别动！不许动！说，你的主子是谁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全说，是朱王爷。大人，我们在这里搜到了这个。这是朱王爷亲授的通关文书。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们把假铜币运往全国，就需要这个。表面上每个箱子放的是绸缎布匹，其实下面藏的全是假铜钱。只要拿出朱王爷的通关文书，那些小兵就不敢再查，我们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运往全国。这文书上印的确实是朱王爷的印鉴，真实无误啊！大人，此事涉及到朱王爷，朱王爷现在位高权重，我们怕什么？只要证据确凿，自然会有人主持大局。来，连人带东西一块儿带走。是。走。师哥，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来找本王，难不成你已经找出了钱穆案的幕后主使？叔王，找到了，可是就是不敢抓啊！岂有此理！都已经找到幕后主使了，哪有不敢抓的道理啊？就算是王爷犯罪，一样要抓。春桐，你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告诉襄王，让襄王定夺。是。臣六扇门总领于春桐回禀襄王，前几日铸币司大火之后，我们发现铸币司库房有2块钱模被调包，于是我们顺藤摸瓜，找到了正在铸造假钱币的窝藏地，还抓住了他们的头领，最后供出什么？你说呀！襄王让你说，你赶紧说。幕后主使者是朱王爷。朱王爷。叔王，我起初听春桐说幕后主使是朱王爷，我也不敢相信。朱王爷一直关爱朝政，尽心尽力为皇上办事，怎么可能是他呢？可自从钱穆案发生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希望诸葛正我官复原职，这种行为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们参与此案的真正目的。单凭一面之词，又如何能够确定朱王爷就是这个幕后主使呢？哦，这里还有物证，这通关文书是从现场搜查到的。襄王请看。襄王，真的是续体的印鉴。对呀，像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怎么能随随便便交给那个贼人呢？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。襄王，我们还从现场搜到了成箱的假币，上边覆盖着绸缎和布匹做伪装。根据疑犯们的交代，只要有朱王爷的通关文书，再加上那些伪装，就可以把假币运往全国各地呀！真想不到啊，续替的背后藏着这么大的阴谋。可是续替已经享受着一生的荣华富贵，他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实在是想不通，我真的想不通啊！我也想不通。据我所知，朱王爷和诸葛大人他们来往甚密，难保他们不会结党营私。再加上诸葛正我仗着神侯府的势力，袒护朱王爷。这次钱穆案发生之后，大量的假币流通在市场上，老百姓是人心惶惶，对朝廷怨声载道。你想想看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他们这么做已经动摇社稷，扰乱朝纲。难道说想要谋反？石刚，我现在就拟出圣旨，你带着于春桐一起前去寻找续替。要是他做不出合理的解释，
你就给我立刻拿下他！我不能让他一错再错。侍耿领命。朱旭棣、诸葛正我，你们两个也有今天。我安世耿这次要彻底把你们置于死地，让你们再也没有机会翻身。只要我扫清路上这2块石头，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碍我的计划。皇帝老儿就会像一只待宰的羔羊，任我宰割。我要一片一片的把他的肉割下来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事情已经准备妥当。那就等着明天看好戏吧。于统领，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来到本府，所谓何事啊？我们奉襄王的旨意前来问话，谁敢阻拦，就地正法。旭棣，别来无恙啊！六扇门找到钱穆案的幕后黑手是你，可是他们不敢抓人。襄王特地派我来，给他们壮壮胆儿。师哥，你是怀疑钱穆案的幕后黑手是本王？凡事可要讲求证据啊！不是怀疑，是罪证确凿。朱王爷，这偷运假铜币的通关文书上盖的可是您的章。马兄，快拿本王印章来。是。王爷的印章都是朝廷亲刻下发，可不是一般人伪造得了的。再说了，王爷之章应该是辅佐朝廷、为国为民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跟假铜币扯上了关系。于统领，在这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请你不要胡言乱语，污蔑本王。王爷，印章不见了。什么？印章不见了？哎，其实这印章在不在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这通关文书上已有了朱王爷的盖章。印章不在本府，说明本王的印章已被贼人偷走，然后加盖在这文书上。如果你昨天告诉我，世耿还会相信。今天出事儿了，你才说印章不见了，你说襄王他会怎么想？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本王。哎，我们可不是只凭一枚印章。来人，把林统领带上来。是。朱王爷，这是六扇门在城东抓获的正在制造假币的疑犯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王爷救命啊！当日为王爷办事，王爷说会保证小人一家大小的平安。你血口喷人！本王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本王？我们去申侯府，找诸葛正我查明真相。走！哎，等等，您糊涂了。现在京城里只有六扇门才有资格办案。旭棣啊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诸葛大人他已经不是申侯府的总领了。一个戴罪之人，他怎么帮你查呀？你，看来这一切都是你一手安排策划的，想来陷害本王。我要禀明襄王，让他为我主持公道。晚了，襄王他不愿意见你。安世耿，你不要以为你能一手遮天，我没有做过就是没做过，清者自清。贼人，站着蓝天在上，你摸着良心说话，你到底认不认识本王？说！哦，朱王爷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杀人灭口！安王爷，你看这……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安世耿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布的局，你机关算尽，到最后你必是恶果。现在犯案的人是你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虽然你把人证杀了，但也难逃律法的制裁。来人啊，
查封诸王府。是。带走。诸王爷被。 姐呀，这一切都是安世耿的阴谋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安世耿这一系列计谋，实在是高明。无忌，我姨父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被软禁在诸王府，六扇门的人已经封锁了诸王府，没有人可以进出。追命已经告知师叔，我想师叔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师叔已经失去知觉，他帮不了姨父什么。而且安世耿他一定会蛊惑襄王，然后对诸王爷不利。安世耿现在不敢下杀手，毕竟你义父是皇室宗亲，要想治他的罪，必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。义父身边虽然有总管马雄保护，但是遭此变故，我这个儿子怎么能不在他身边？我要去找他。冷血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这是当天在姬大人自杀现场发现的。姬大人，当天我去了姬府。姬大人，姬大人。 可惜于春桐带着六扇门的人正好赶过来，不让我查案，还把我赶走，同时还指控姬大人是畏罪自杀。我觉得当中有疑点，但是我想调查，却无从下手。这件事情你有跟姚花说吗？还没有，他现在的状态不好跟他说。自从他当了主事，根本不让我们查案。钱母案关系的是姬大人的声誉，他为什么不让你们调查？ 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破了钱穆案，还姬大人一个清白，姬大人也不至于背着污名含冤而死，这就是问题的重点。照你这样说来，姬统领在处理这件案子上面确实不合常理。无情，此事师叔知道吗？师叔知道，但是师叔不想我们跟姬瑶花唱反调，他希望我们神侯府齐心协力，让我们配合姬瑶花的安排。 我和追命、铁手都觉得姬瑶花不对劲，但是现在又找不到真凭实据去证明。眼前这一连串的事情，真的很像是精心设计的。瑶花的事情我们慢一步再谈。我想先去看一下我义父。
王爷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今天这么顺利的就把假币案和钱魔案都栽赃到了朱王爷的身上。王爷真是英明，一箭双雕，既能让朱王爷背上杀人灭口的嫌疑，又能让林头领永远闭上嘴。小人已经依照于统领的吩咐做了应该做的事情。于统领答应让我答应你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做。但演戏要演全出，你还差一个结局。一个结局？只要明天你做完最后一场戏，一切就会结束。到时候于统领就会给我5万两黄金，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到时候就没有人会再找到你。小人明白，不会把我们的计划泄露出去。王爷的计谋实在是高啊！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要扳倒朱王爷，首先要让他背上谋反的罪名，让他永远都翻不了身。正所谓斩草要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义父，冷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危险，安世耿已经盯上这儿了。现在不是出头露面的时候，万一被他发现，可就全完了。义父遭此变故，孩儿不能在身边保护你，实属不孝。哎，冷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坐。冷儿，你不用为义父担心，义父能挺得住。倒是你，要谨防安世耿的明枪暗箭。义父原以为能保护你，可现在却自身难保。义父，现在正是我们父子2人共同面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安世耿陷害您的证据，还您一个清白。冷儿，你就别费心了，保住自己才最重要。义父现在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，什么时候动手，他安世耿一声令下。义父，你不要如此的悲观和绝望，你相信冷儿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出证据来。人算不如天算呐，这安世耿一直想置我于死地，他只会步步紧逼。冷儿，义父有件事情一直想告诉你，再不说，他没有机会了。义父，请讲。你不是一直在找你的杀父仇人吗？这不可能。义父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奴奴在屠杀现场发现了这玉佩的另外一半，难道义父你？我没有杀害你的族人。那天，我把你从狼牙谷救起，马上就返回了案发现场。我想去搭救你的族人，可为时已晚。灭族现场惨不忍睹，我只找到了这半块玉佩。可我不明白，本王的贴身之物怎么会被人掰成2半，丢在案发现场？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本王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这10几年，我苦苦的追查，
追查狼族被灭的线索，可查来查去，却是一无所获。义父跟你说的这一切，都是真的。你可能会心存狐疑，不相信。义父一直以为我能查出真相，抓住元凶，还自己一个清白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可今天，义父已经被安世耿软禁，失去了自由，无法再继续查找。义父不怕死，义父只怕这仅有的一点点线索，也会随着义父的死去而断掉。那杀害你族人的真凶会逍遥法外，此事会石沉大海，为父含冤莫白呀！冷儿，义父已经老了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可你还年轻。义父希望你能够早日查出真凶，查出你灭族的真正秘密，还义父一个清白。这是义父最后的愿望。就算义父在九泉之下，也能瞑目了。小师妹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觉得浑身上下燥热难耐呀？师兄，你救我！刚刚有条金色的虫子一发光，然后我就晕倒了，它还钻进我的身体里，我会不会死？我会不会死啊？小师妹，不用害怕，你现在身上已经全是毒了。你看这边这些毒虫的尸体，他们把毒液输给你之后，都毒尽身亡了。小师妹，你只要乖乖的听师兄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你练成毒魔仙子的。我晕了多久？怎么跟晕了一辈子一样？不过就几天而已。小师妹，现在你身上的毒也积累的差不多了，让我试试你身上的血脉有没有被毒打通啊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功力在不断的被你吸走？你不是让我浑身吸满了毒吗？怎么现在害怕起来了？你什么时候练的这功夫？我跟随师傅这么多年，他都没有将这种功夫的一招半式透露给我，竟然交给了你这么一个初来乍到的黄毛丫头。我可没有时间学什么神功，这是你咎由自取。谁叫你放了这么多毒虫给我？要是你帮我练成了神功，我想你会后悔莫及吧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可能会练成这种功夫？我要把你扒光了看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！师兄，你有话好好说。你不是就要我练成毒魔仙子吗？我练行了吧？不用了，我对你这种神功更感兴趣。嘿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钻进我的身体里？救命啊！小金财，过来吧，我带你回去。
肆无忌惮。诸王爷和神侯府这2个绊脚石已经被他踢开了，而襄王也在他的控制之中。看来现在正是他造反的好时机。他还在继续进行他的计划，我看他一刻也等不及了。以他现在的气焰来看，我们很有可能要面对一场朝廷的浩劫。安世耿实在是太阴险了，我们绝不能让他的奸计得逞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除了搜集有利于诸王爷的证据之外，出来吧。你义父的事情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昨天晚上，我悄悄地去看过义父。你去见见他也好。如今的安世耿势如破竹，他还借机污蔑你义父有谋反大罪。你义父是个正直刚烈的人，我担心他一时怒上心头，气坏了自己，那可就中了安世耿的诡计了。师叔，你放心，义父的怒气已过了，只是现在的心情还十分低落。冷血，看你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？不妨直接告诉师叔吧。昨天义父将这个玉佩交给了我。冷血，这块玉佩是从哪儿来的？有一半是奴奴给我的，另外一半是义父的。你真的相信你义父是你的灭族仇人吗？如果义父真的是我的灭族仇人，为何要将我抚养长大？为何要在自己的落难之际，把这个对自己不利的东西交给了我？他知道我一定会一剑刺死他。我原来想不明白，但是现在我想通了。我相信义父，相信我自己的直觉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的义父始终都没有中断过去查找当年那场惨案的幕后凶手，只是一直都没有头绪。为了这件事情，他也感到十分愧疚。不过能够确定的是，有人想陷害他，而且这个人肯定跟他有着某种关联。师叔，我明白。现在我不会再让恨充斥着我的生活，但是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查出真正的凶手是谁。我定会让他血债血偿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你终于长大了。我该感谢李默，是他让我的仇恨渐渐消退。你在想什么？时至今日，我终于明白，师叔把黎墨安排在我身边，深意在此。其实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只是觉得读心术能够抑制你的狼性，其他的事情啊，就看你们两个的造化喽。师叔，我想替义父洗脱怨气。你现在最大的任务，就是把黎墨照顾好。
奇怪，胡人被火烧死的话，鼻子里应该会有烟尘吸入，而这些人却没有，肯定是被人杀死的。动过，赶快报告于统领。是。统领大人，杜比斯有人潜入翻看过尸体，但是属下没有追到是何人所为。什么？让你们把守驻必司，就是防止有人偷偷潜入。你们连这点事儿都干不好，简直是一群饭桶！属下知错，知错？哼，不受点皮肉之苦，就不会长记性。给我拉下去，打30大板，以后自然就会长记性。大人恕罪啊！大人恕罪啊！属下知错了，大人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以后谁再敢犯错，等待他的惩罚只会更重。现在的六扇门是我于春桐管理，不是韩龙在的那会儿。让你们这么自由散漫。是。你们现在就去查，看看是谁胆敢闯入六扇门的地盘。我查看过驻比司火灾现场的尸体，发现疑点众多。有什么发现？一，尸体遇上大火，可是保存完整。二，我们假设死者是被浓烟呛死，可是从他们的鼻腔中没有发现任何烟尘，所以他们是先被害死，才被推入火里。一场大火，只为用2块假钱秣陷害朱王爷，却无辜搭上这么多性命。安世刚真的是用心险恶。可是单凭这些无辜的死者，也无法证实安世耿和这场纵火案有什么关系。我还发现了这个，在现场哪里发现的？是钱监大人紧握在手里的。我记得王大人自责监。解药花，看看本王写的字。王爷的字霸气十足，无人匹敌。不管谁单看王爷的字，都会忌惮3分，更何况见到王爷本人了。说得好。想成为天下的霸者，那就要拥有雄霸天下的气势。解药花，
只要我一统天下之后，我就会给你无上的权力，到时候冷血任凭你处置。不过我担心一点，我怕你到时候舍不得呀。王爷，我对冷血恨之入骨，怎么可能就这么把他给放了？他把我的心摔个粉碎，我也要让他的心同样受尽折磨。只要你心中充满着仇恨，你自然就不会想那些情情爱爱的东西。这样的话，你的目的很明确，生活变得很简单。生活简单了，就没有仇恨，反而你会觉得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满足。姚花明白，现在只要我一想到冷血，心里只有恨，没有爱。只要一想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高兴。只要找到了他们，你就亲手结束这对亡命的鸳鸯。王爷，启禀王爷，有人潜入了铸币司，翻看了那些尸首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不是让你们六扇门看守的吗？怎么会有人潜入呢？查到是谁了吗？属下无能，还没有查到。那还不赶紧去查？是。现在能跟本王作对的，唯有那四大名捕。季瑶花，这可是你的失职啊！瑶花知错，我已经让四大名捕不再去管钱母案的事情，只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私底下偷偷的去查案。瑶花回去，一定查明原因。他们为什么要背着你偷偷的去查呢？难道说他们已经不信任你，开始怀疑你了？王爷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，而且四大名捕与瑶花从小情同手足，十分信任瑶花。再说，诸葛大人视我为女儿，不可能对我有任何的怀疑。那我再问问你，他们都是你至亲的人，你在伤害他们的时候，你的心会不痛吗？我的心现在没有痛觉，只有满满的恨。我要让他们震惊我的心里装了多浓的恨。我完全没有感觉有任何亏欠他们的地方，他们都欠我的，尤其是冷血。那好，你们好好的给我去查，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，千万别破坏了我的计划。是。续我心弦，简直是太美妙了。哎，你说谁这么厉害，竟然能在我们六扇门的把守之下进得了铸币司？此人武功肯定极为高强，不然那么多守卫，他怎么可能进得来呢？于统领让咱们增派1倍的人，加强戒备，防止有人再进入。我看呐，是不可能有人再肯来了。谁派来的？